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0月2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4篇第1节到第7节，耶利米书第9章17节到26节，提摩太后书第3章10节到1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持守所学。小时候被我妈妈送到位于彰化田中的舅舅家去住，因为舅舅他本身是小学的主任，也是老师哈。妈妈呢表示，当时候我们家里正在盖这个店面租的地方呢太靠近市场，有很多的小混混。那他希望呢我能够远离不好的环境，并且能够受到舅舅好的教育跟影响。当时候经常听到大人在教导小孩子说有样就学样，没有样就要自己想了哈。对，学习对一个人的成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学习的对象呢更是重要更是重要，学错了就会错一辈子耶利米先知所提到的以色列人呢，就是学习祖先的坏，离弃了上帝，又去学习世俗的偶像敬拜，因而他们国家就受到毁灭，人民就多数的死亡。耶利米书第9章17节到26节这样说道：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说，你们要思想所发生的事，要雇用陪哭的妇女来哀哭，雇专唱挽歌的女子来哀悼。人民说，要催他们快来为我们唱挽歌，唱到我们痛哭流涕，泪如雨下。听听锡安城里哀嚎的声音，我们被摧毁了，我们大大地受辱，我们必须离乡背井，我们的家被拆毁了。我说，妇女要听上主的话，你们要留心听他的话，要救你们的儿女哀嚎，叫你们的朋友唱挽歌。死亡从窗口进来，侵入我们的宫殿，死亡击倒街上的孩童，消灭广场上的年轻人。遍地横尸，像田里的粪堆，像割下的麦穗，没有人捡起。上主命令我这样宣布了。上主这样说：智者不可夸耀自己的智慧，勇士不可夸耀自己的力量，富人不可夸耀自己的财富。人若要夸耀，应当要夸耀认识我、明白我，因为我是上主。我有不变的爱，我执行公道，伸张正义，我喜爱的就是这一些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上主说，有一天我要惩罚埃及人、犹大人、以东人、亚扪人、摩押人和住在旷野那剪短的头发的民族。他们在肉体上都受过割礼，但他们和以色列人在心灵上都没有受割礼，不遵守割礼所象征的约。23节的经文特别提醒智慧的人不要自以为有聪明，勇士呢不要夸耀自己的力量，富有的人不要夸耀自己的财富。但是许多人明明知道这个道理，却都故意犯这个禁令。保罗劝勉信仰的儿子提摩太要持守所学习的。我们都知道提摩太他所学习的对象其实就是保罗学习信仰、学习服事的态度等等的。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0节到15节，保罗教导所学习的内容以及应有的态度。保罗说，但是你要跟随我的教导和人生观，仿效我的行为，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、
并且分担了我所受的逼迫和痛苦。我在安提阿、以哥念、路斯德这些地方的所遭遇、所忍受的迫害，你都知道。但是主救我脱离了这一切。凡是立志跟从基督耶稣过敬虔生活的人，都会遭受迫害。邪恶的人和骗子们也都一天比一天坏，他们欺骗别人，自己也被欺骗了。至于你，你要持守你所接受和确信的真理。你晓得谁是你的导师，你也记得你从小就明白圣经，就是能够给你智慧，指引你借着基督耶稣而获得拯救的那一本书。诗篇84篇第1节到第7节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啊，我多么的爱慕你的居所，多么的渴慕上主的殿宇。我用整个身心向永生的上帝欢呼唱歌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，在你的祭坛边，连麻雀也都为自己筑巢，燕子找到了安置雏鹅的窝。住在你殿宇中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他们不断的颂赞你，依靠你获得力量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他们急切地往锡安山朝圣，他们经过干旱谷，它就变成了泉源地，秋雨配降，谷中处处池塘。他们越走越有力气，都要在锡安朝见至尊的上帝。恳求慈爱的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信徒，让我们能够学习说真实的话，没有谎言，没有虚伪，如同耶稣基督教导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一样，来与人交往，持守所学的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